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施政3分钟》。位于台南北端的后壁区，不仅是冠军米的故乡，更是举办台湾国际兰展的所在地。在2019年获得台湾经典小镇的殊荣，保留了乡村风光、文化古迹及浓厚的人情味，吸引影视团队到这里拍摄取景。电视剧《俗女养成记》让后壁区金寮老街成为打卡热点，也让长期蹲点后壁金寮的青年创生团队趁势打造后壁俗女村的品牌，更进一步成立地方创生青年培力工作站，希望协助有意返乡的青年创业。让我们来听听他们的故事吧。应该是说一开始是一个缘分，那时候义昌碾米厂呢，文化局整修好之后，没有团队愿意进驻，然后我又是商圈理事长嘛，所以一个机会，我们总干事就说，那里有一个米厂，还是理事长你要不要去经营看看？然后我那时候刚好也想要创业，所以想说好，那我就到那边来试试看。然后到义昌碾米厂之后才发现，这个聚落很可爱，很多漂亮的老屋，可是很可惜都是蚊子馆或者闲置的，所以呢，我就开始慢慢的找到建成家具行的这个空间使用者，然后联络到金德兴的这个阮氏家人。那我当然我心中有我的蓝图跟想象啦，就是未来这个街廓可以变成怎么样，然后就开始把一间一间闲置的老屋慢慢的活化起来。然后也很幸运的，《俗女养成记》开播之后，我们的刚好游客来觉得又可以看到剧组场景，然后又有吃有喝有玩的，然后慢慢就把这件事情串接在一起。那其实我们俗女村呢，在这个地方打造这个电力站，最主要想要做一个青年回来创业的咨询平台，然后包括我们在这边老屋的修缮，然后或者是商业的营运，甚至是未来我们的旅居计划，就是所谓的民宿平台的建构，都会在这边一起跟大家讨论。那像我们电力站呢，在这2年大量的上了许多课程，包括我们要怎么教他们创业、财务的部分，或者是他的行销，或者是他的税务，甚至是讨论到循环经济，或者是所谓的低碳经济，跟他的产品力会有相关。然后希望把这些知识传达给我们的年轻人，让他们在创业的路上觉得有人陪伴他。当初来的时候没有过多的了解，会觉得说就是乡下地方，我身边很好发展，对。但是其实你来了之后，身体真的是去付出行动去做一些你有关你周边工作相关的事，你会觉得说，你跟这个土地有连结了，当然就会产生一些变化，当然想法也就会不太一样。因为在地居民嘛，而且又是一些比较老的长辈，他们会觉得说恁家的话得要来冲下，到现在就是关系大家都还不错，因为他知道你要来干嘛的时候，他们就会卸下心防了。对，感觉很不错啊，蛮幽静的，而且那个那个建筑很特别。我刚刚看到那个阮家那个古厝，那个真的很特别，现在看不到那种建筑了。台南市政府积极推动地方创生，持续整合公司资源，带动产业发展与当地文化提升。俗女村团队召集了返乡青年和2度就业妇女们一起投入，让返乡创业与农村文化结合，也为金寮老街注入新的活力。你好，我是顾家，欢迎收看中嘉台南电视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回来关心。U12世界杯少棒冠军比赛，中华队对美国队，双方竞争非常激烈。伫第5局前半局，中华队防守突出，第6局前半局又搁互美国领先8分。这球挤出去，打到了在右半中左之间，这个球 ，Home run！ 沈伟凡不平凡的打击。也毋过伫第6局后半，中华队沈伟凡拍出2分全垒打，不过最后也是以10分比4分输予美国，摕下本届第2名。打出一支全垒打，可说是鼓舞了我们中华队的士气。但是呢，因为局数在后半段所以说无法再继续进攻。美国队的实力实在是太强了那我们小朋友呢
有这种表现，我已经满意了。6冬后，台湾甲美国的比赛再次登场，虽然最后甲冠军无缘。也毋过，这届以7次连续胜利的成绩拍入冠军赛，也是相当无简单。尤其台湾的小朋友伫比赛当中不服输的精神，表现受到国人的肯定。输赢是一个结果，最重要的是这个过程。我们这样一路打到 U12全世界第2名，我觉得是相当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非常非常的棒。上次中华队拿到第3名，这一次是第2名。2年后我们拿第1名冠军，好不好？比赛了后也进行闭幕典礼，分别颁发冠军、亚军的奖杯，予美国队甲中华队。队军是委内瑞拉。伫明星队当中，中华队有邱亚恩甲叶丽2位投手得奖，达得鼓励。为期9天的精彩赛事圆满结束，约定2冬后再会。台南新闻宋怀采访报道。连接新营甲柳营主要干道的第一线集水溪桥，因为结构牢固需要补强，加上桥底高度不够，一拄大雨溪水暴涨，就需要关节警戒。而中央甲地方合作，109年4月开8点工业来改建，现在全线343公尺已经完工。7号，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甲交通部长王国材拢专程南下举办完工典礼，强调要做台南建设的后盾。交通部最支持台南，因为台南现在的发展要均衡，尤其是溪北地区目前也是建设的重点所以集水溪桥改建编了8亿5千万。纳入前瞻，让咱新营到柳营会当畅通无阻。本来是预计要今年底完工，那从109年到现在，提前到今年的7月6日就完工了。那非常感谢，那这样对交通的冲击最小，对于民众的行的便利带来最大的效益。那也感谢这个公路总局，我们希望说很多公共工程品质一步一步的做，提升民众这个行的便利。改建以后，更较宽、更较安全、舒适的集水溪桥，已经彻底解决通风断面不足的引水的情形。惠中市长嘛积极争取南95线跨越集水溪桥的经费，交予公路总局来建议，予溪南、溪北的交通建设更较完善。台南新闻古文吉采访报道。112年身心健康119系列讲座，自8月5号起，连续来礼拜拜六上午10点，伫台南市文化中心国际会议厅地下1楼多功能会议室开课，邀请专家畅谈健康相关议题，同时也伫课程当中加入了两性平权的宣导。今天就是有办一个身心健康一起购讲座的计划，那我们的计划是委托中华医事科技大学办理的。那希望呢，就是因为最近生活压力，然后各位人在那个工作职场还有家庭方面可能有多的压力，那希望透过这一连串6场的讲座呢，可以让民众获得一些身心健康的一个增能，那了解很多健康的意识。那此外呢，我们在健康的议题当中呢，我们也会融入一些新品的观念，让大家呢除了学习健康知识之外，也可以获得一些良好的一些性品观念。今年身心健康119系列讲座，总共规划6场，每一位演讲者拢是一时之选，非常优秀，而且这课程全部拢是免费，欢迎市民朋友踊跃入场。我们今年的讲座呢，一共办了6场，我想每一位演讲者都是一时之选，非常的优秀讲座的内容非常的丰富，从我们身心灵涵盖这一方面，包括还有一个教练要来现身教一下一个体适能的一个居家的运动，还有包括我们泌尿道的，还有一个专科护理师他要来谈一下在医疗领域的友善性别这种种。那我们的 DM 呢放在文化中心的服务台，还有我们每一场呢，只要找到的前10位，我们都会送纪念品。那大家台南市民一起来充电，一起跟我们来做这样的健康学习。8月5号讲者邀请到卫福部嘉南疗养院颜世卿医师演讲脑内乾坤。8月12日由台南市立病院泌尿科医师张廷瑞来主讲。
8月19日是新台病院皮肤科刘伟霆医师。8月2日，这是邀请健康律动的教练陈淑芬。9月2号是陈市会法规研究室傅然辉。9月9号是新台病院护理部专科护理师陈立耀等专家来演讲，讲座内容丰富多元。记者张锡伟采访报道。媒体竞选让整个公频道为公民所用为让市民朋友了解与重视公用频道的功能，台湾师范大学师生团队在这次的课程中特别加入了公平无私桌游，希望透过游戏的方式加深民众对于公用频道的认识。这个桌游戏其实是我们把它叫做公平无私这样子的一个公用频道。其实因为它有兼具很多的功能，然后也因为我们了解，就是现在的公用频道还没有说很多民众都了解这样子的一个它怎么样去使用，还有它怎么样去观看。然后我们借由这样子一个桌游，让大家能够真正了解公用频道它的一个意义。这一次在台南真的大家的参与真的非常踊跃，超乎我们的预期。那也因为大家的一个热情，让我们能够利用这2天，然后让大家从了解所谓的公用频道相关的一个意义，然后包含要让他们着手去所谓的一个拍摄，然后甚至在第2天我们要完成这种所谓的一个节目。一连2天的媒体相关课程，从理论到实作都有。公用频道影视工作坊师生也特别出外景，来到了民生圆环、传统市场以及许时音乐馆等地拍摄。学员郭茂胜表示：“我身为台南人，我从来没有看过台南公共频道，所以我希望地方政府或者是一些我们教育界可以重视公共频道这个东西啊，让公共频道可以让曝光率更高。对，因为我觉得它应该不要受到政治的影响。”对，能够落实公共的这个意义，比如说公园啊，或者是我们的台铁、千里啊，还有什么，我都觉得说这么重要，所以我很期待这2天的课程。公用频道影视工作坊这次共拍摄了4部影片，分别是鸭母寮市场、许时音乐馆、双语教育以及民生圆环等议题。未来在后制完成后，将会申请在台南市第3公用频道播放，敬请期待。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由大台南歌舞交流协会主办的台南市义长杯歌唱比赛，这次已经迈入第3届举办，而且选出的歌唱水准是一档比一档歌好，除了要注意歌喉以外，仪态甲台风，甚至连舞步也是评分的重点。我们大台南歌舞交流协会，就是开办了这一场这个学员这个会员里面的会内赛，最主要的宗旨目的呢，就是让会员们他们能够从事一些娱乐，从歌唱里面去抒发他的身心灵发展。然后因为我们的创始会长刘炳先生，他创会的，所以这一任呢是由我当理事长，然后借由这个休闲娱乐呢，来全民做一个身心发展的一个有意义的活动。唱歌的好处真多，除了当抒发心声，嘛当增进交流，以歌会友。我们这一次举办这个歌唱比赛，最主要是在以歌会友，联谊，大家会友很强，这有助我们这次的大会圆满成功。这场比赛在单人演唱的部分，总共有33位歌手报名。在双人合唱的部分，这是有15组参赛，各组前3名的参赛者，主办单位嘛有提供奖杯甲奖金，就此鼓励。记者张锡伟采访报道。近来用货不足，东业开发有限公司发起关怀活动，结合立委陈廷辉市湾单一经服务处、曾之杰议员服务处、市湾李中勤服务处合办关怀活动，
8月5號伫北安關會站的愛心關懷活動，吸引大批民眾到場滿受關烈會。葉董事長還有他的兒子站在我旁邊，我們世新他們的團隊非常的用心然後來辦這個捐血活動。那今年已經是第2屆了，那葉董也說會每一年一直辦下去。那今天準備了非常多精美的贈品，不管是禮券啊，還有這個衛生紙等等，都希望說能夠鼓勵大家踴躍來捐血。現在呢，捐血中心裡面有相當多的民眾很熱情踴躍的來捐血。那今年呢，應該是第2年還是第3年？第2年了。那我們今天呢，準備呢再來打破一次捐血的記錄，邀集我們所有的親朋好友一起來加入我們的捐血活動。相信說發揮您的愛心，讓更多需要幫助的人一起可以得到大家的一個幫助。除了董業建設以及多位明代幫忙，這次關會佫結合了歐帕室內設計工程、50建設開發有限公司、生意櫥櫃公司、夢想家公司、祥和代書、華研公司等企業共同合作，最後總共募集到257個烈會。記者張世維採訪報道。今年国历8月4號是帝王爺聖誕日子，雖然這天是拜五無放假，但是伫12殿南天宮就客滿了真濟信眾前來，要來為知府千歲接受。廟方自當天上午9點起，也開始進行團拜接受，場面莊嚴隆重。行三歸9叫收咧，拜歸叫收，再叫收。3叫收，收。除了管理委員會以及眾友宮交尾景前來團拜接受，廟方也準備了平安年、平安糯米，請信眾食平安，並免費予信眾過7節平安橋以及淨油，保佑大家歹的攏去，好的攏留。帝王爺生這會使阮每一冬攏會過這個7節平安橋，阮會知攏是各友宮交背景、各界長官社團來甲知府千歲團拜接受。上重要的就是下晡的做好事，就是阮2點半左右，阮會準備平安素食糯米，來予所有的善心大德食飽食平安。下晡差不多3點左右，我就開始準備要免費來過7節平安橋淨油這個儀式。就是要來予所有的善心大德時大帶時細，時細帶時大，時大人帶囡仔，全家伙安尼吼，來歡歡喜喜來參拜接受，來過帝王爺講7節平安橋，會當歹的好去，好的好來。滿滿的靈雕將廟前的馬路擺甲看不到路尾，信眾對着12殿南天宮帝王爺虔誠之心，由此可見。記者張世維採訪報道。日本上大連鎖 SPA 業者進駐台南香格里拉大飯店7樓，開幕這天，真濟貴賓攏前來觀禮祝賀。請剪彩。好，我們恭喜SOCIET SPA 台南遠東香格里拉正式開幕。日本的習俗也跟日本第1名的最大的 TBC 集團合併以後，現在我們公司是日本最大的美容集團，直營店多300家店，還有現在台灣的計劃是以後我已經穩定，所以以後是開發新店。
所以5年以后，我们公司是现在28家店，但是以后是40家店。郑处长的秉持的一个心情是说，将诚心捧在手中，跟我们香格里拉的真心待客之道是有这个异曲同工之妙。好，那在这边呢，我们就祝福我们市书瑶在我们这个远东集团这边开幕成功，然后业绩长虹。展彩后，业者嘛有开放参观，伫遮会当看到各种特殊手法掠人放送方式，有搭配颂钵，嘛有使用竹棍，甚至连滴油这种少见的方式嘛有。特别掠人手法，就等待消费者家己来试看卖。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艺术家陈慧明首次受到医疗院所的邀请，伫卫生福利部台南病院展出探索之路的画展。原本顶礼拜开幕，因为风台的关系，上午举行开幕式，包括台南病院的院长杨延光甲黄辉院长、画家陈慧明的翁婿蔡宜章建筑师，以及这位亲朋好友拢到场出席。今天陈老师又给我们很特别的安排，那我觉得这个是难得，不只是绘画，还有音乐，还有导览这样。那他的4个主题里面，包括爱情、记忆、季节、味道，这4个部分其实跟我们医学其实是相当的有关，这样，因为都是跟人生命的悸动。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接下来的1个小时应该是相当好的一个体验。那我相信不止这1个小时，这个小时之后，我们的这一些绘画，因为其实这些绘画早就来了啦，那因为上一次的台风，所以我们就延期了。我也看到我们的那一些这一些来我们医院的一些志工，还有我们的这些病人跟家属各位可以看到那一边，他们其实也都会同步的欣赏。那我们非常的感谢这样子无私的奉献，来让我们台南医院更好。在爱情的季节里，充满着味道的记忆。如果您有想象，这有8个场所，都会有每一个主题，希望大家可以经过的时候看一下。再次经过的时候想一下，会跟您心灵上有连接，有所谓杨院长所说的悸动。这届探索之路的画展，总共展出88个作品，分做4个主题，有爱情、季节、香味加记忆等。是画家陈慧明自去年12月7的全新艺术季当中临终之路的个展以后，以现在的视野，搁再加以修正加论述。希望在爱情季节内面充满香味的记忆，探索出无同的可能路途。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市长黄伟綽亲自拍锣鼓，宣布台南市青少年国家团正式开始训练。台南市民族管弦乐团为青少年国家团创团来做准备，同款伫今年举办训练营，经过严格精选，总共有来自全台52位学生参加。我们归仁文化中心作为国乐基地，我们的民族管弦乐团就在这边生根发展。从去年的国乐营到今年我们的台南市青少年国乐团的创团音乐会。校员透过专业指导甲团队的训练，伫6天的时间内底，提升家己的演奏技巧甲音乐表现，并伫咧8月6号这天举办点石成金新团音乐会，展现家己的成果。希望各位同学能够将来在我们青少年民俗乐团的这个表现，我们未来一定是能够起一个起头羊、领头羊的作用，能够跟各校的民俗管弦乐团以及国乐团有更好的一个互动，那能够让台南青少年的这个国乐能够更好。借着台南市青少年国家团的创立，彰显出台南市对国家文化的支持，也希望让青少年一个优质的舞台，发挥家己的音乐专长。台南新闻顺快采访报道。非常感谢收看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